嘿，各位草姑康桑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仓央嘉措咕噜西巴延拉尼，仓央嘉措咕噜西巴延拉尼，也就是上次布达拉那首歌曲里面里面其实有4首道歌，那我们有学习完了2首，那我们再把后面的2首一起学习完，那大家就可以把那首布达拉的歌曲可以完整的唱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个是第3首的道歌。No pru rang la utu, no pui no yang ma chue, no pru mi la shotu, in lu du la tham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单词解释。No pru 呢就是宝贝嘛，宝藏。那rằng呢指的是我自己的意思。那它这个就是后面加一个拉屯，就是一直强调这个主词。于呢就是拥有存在。to 呢就是的时候。于 to 呢就是拥有的时候，或是指 no pu 宝贝拥有的时候。那是谁呢？就是rằng，代指一个人，我或是自己。那再来 no pui no yang ma chue， 那 no pu 呢还是宝贝嘛，那加一个属格的 no 呢也是单词，是宝贝的意思。娘呢就是娘牛，感受体会。那 no 娘呢可以把它视为宝贝的那种感觉，或是说是有财气或是有金钱的那种，很有钱的那种感觉，宝藏的感觉。麻雀呢，那麻是一个嘎气，雀呢单词的话是阻隔隔开的意思。那其实这一句要去解读的话，我自己是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是怎么解读的。那如果大家有就是它的解读方式的话，就是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因为如果说单词解释的话，其实把它视为宝贝，把宝贝的感觉视为宝贝，然后不去阻隔的话，这样子解释是有点奇怪的。那就是很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成，就是不把它当宝贝看，这样子去翻。那如果有人知道要怎么翻的话，可以再就是教我一下。然后第3段呢 ，no pu mi la show to， 那 no pu 呢还是宝贝嘛，那 mi 呢就是代指一个人，la 就是拉屯强调这个mi。show 呢是丢失的卡器 ，to 呢什么什么的时候，所以丢失的时候 show to， 那丢失什么呢？宝贝 no pu 丢失的时候，那谁呢？这个迷就是某一个人，或是就是一指前面的这个rằng。丢失宝贝的时候呢，因入对啦苍穹，因指的是心。那在藏语当中有很多单词其实是解释心的。那其实如果认真的去解读的话，用法上有一些贴吧在，就是有一些差别。那我们这边就不多去解释。那这边就是音就是心，那 long 呢就是风气流的意思。那像 long 狼就是生气，那音 long 呢就是其实有气恼的意思。那对呢就是上方上面，跟港啦有点相似。那这个啦就是一直一个拉屯，带着这个上方的这个位置。藏呢指的是一个卡气塞入挤入。那什么东西挤入呢？就是新气的风往哪里？往上方挤入了。穷就是一个过去的时间副词，就是我们丢失 no pu 的时候呢，心气就会上涌。
而且是塞入挤入到上方。那这个就是非常的生气或是非常的着急的那种感觉。那其实这个道歌呢，在我们平常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，就是可以抑制很多事情。那我自己来看的话，会觉得说，因为在霞满人生的藏文当中也有 no pu 两个字，那就是好像就是会觉得说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霞满人生，或是说学法的机会，我们拥有的时候呢，不会把它很珍惜的去使用，但我们要丢失，就是到临死临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着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自己是这样去解读的，那就是看大家想要怎么去解读，然后把它融会贯通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最后一首。达摩温拉破松，德乌萨拉朱松，秋季强霸切琼，生衣杰拉长松。那达摩呢，指的是剑卦。那在藏地古代就是问吉凶的占卜师使用的那种卦。那温呢，指的是靶子目标，就是意指一个地点，那个靶的中心，所以它后面加一个拉屯，就是指这个位置。那破呢，就是极重的意思。那耸也是过去时间的副词。那它跟穷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向外，一个是向内。耸呢是向外，因为射箭嘛，就是你是向外射。那穷呢是往向内，就是可能就是我怎么了，就是一个向内的动作。那就是打摩温拉破松，就是挂件呢，就是击中了这个中心点，就是松就是已经嘛，已经击中了，已经击中的意思，所以有以后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以后。那接下来德乌萨拉之松，那这个德乌呢，指的就是子弹、箭头的意思。那萨呢是地板、土地的意思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地点位置，所以加了一个拉屯，在一指这个地点。那足呢，指的是钻进的卡气，钻进去，所以那这个耸也是跟上面一样，所以这个足就是形容这个子弹或是箭头钻进了地板，或是钻进了就是地里面当中。枪技强霸切穷，那枪呢？冲，抱歉，冲忘记还有一个小就。那冲呢？冲就是指小的。那 G 呢，指的是熟悉的意思，所以冲 G 就是小时候就很熟识，那它就会引申成为结发夫妻，就是从小就认识，有点像青梅竹马，然后长大结婚的这样子的，情人。抢霸呢，如果是抢霸的话，其实是，有弥勒菩萨的意思。那这边的如果是单指强的话呢，就是桥。就是不确定它有没有强霸的内涵在里面。那单指的话就是强，就是桥。霸那可能就会指一个它的一个衍生词，就是补一个字，然后来意指这个地点。那再加一个动词 che， 相遇，穷就是过去时间的副词，所以就是在哪里相遇呢？就是在桥上相遇了，就是跟情人、跟你的夫妻相遇了。生意节拉长松 ，Sam 呢也是新的意思，就是跟前面那个你也是新嘛。那它有一点些许的不同，那就是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再学习。那你呢，指的是自己本身的意思，所以自己的心呢，结啦就是之后，就是之后再见他前面借用的那个结啦之后，长呢就是随着跟着的一个恰气，
送就是一个过去时间副词，所以我的心呢之后又跟着什么呢？就是跟着上面的这个冲记去了，就是心又跟着去了。那这一段道歌呢，那我个人是觉得它可能要连接其他的道歌，才可以比较理解它的意涵。那曾基先生其实他有解释说，好像demo温拉破松的意思有一种，就是在藏地就是中，就是比丘，就是射中了你的内心，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如果是道歌的话，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去延伸思考说，那它里面的内涵到底是要怎么去学习。好，那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也可以都在上面跟我留言说。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，非常学习大家。那我们下面再继续学习，拜拜。